阿和讲：阿川哥，你莫阁规工咧操烦阿强啊，要拍过来啦。你看这篇分析，写甲真有道理。Google、Microsoft、AMD 拢甲上贵的设备搬来台湾，这次压了4条美金呢。阿好念文章讲，外资是甲台湾当作资产配置的避风港，敢动台湾，就是动着全世界的荷包。你看，连华尔街拢讲台湾是全世界上安全的所在，咱是有气盾来保护呢。阿川讲避风港，阿好，你敢知影华尔街迄阵人上厉害的是啥？就是甲冒险讲做避险，甲无可奈何讲做失中。阿好讲，什么意思？钱袂骗人啊！若是有危险，伊哪会一直甲钱回避来？阿川讲，钱是袂骗人，无毋对，但是钱嘛是贪心的。你讲因甲钱压伫台湾，敢是因为台湾安全？毋对啦，是因为除了台湾，伊找无别位会当做迄款 AI 晶片啦。阿好讲，这毋是同款意思，反正因就是离袂开台湾啊。阿川讲，完全无共，这叫做互人订着颔棍的惯性需求，毋是避风港。你试想看卖，若是一个所在真正安全，哪会台机互美国逼去俄瑞隆啊失抢呢？哪会戴尔甲 HP 一直想要甲生产线搬去越南？因即马投资台湾，是因为即马搬走良率会翻盘，生意免做啊。但是留伫台湾，虽然阿强啊随时会压起来，也是加减会当活看卖。阿好讲，所以因是咧搏。阿川讲，对，这就是咧搏命。高盛迄份报告其实是咧讲，若无投资台湾 ，AI 竞赛输去，估计即马随判死刑。若投资台湾，就算真正开战，迄是以后的代志啦。你若是基金经理人，你是要选即马随死，还是以后才死？当然是先谈才讲啊。
这哪算是撇风港？这叫做假死的摕去食啦。阿豪讲：哇，互你安尼讲，迄个戏顿敢若无啥路用。阿川讲：阿豪，你爱记好条一句话：好野人行路漫，毋过路漫无咧行好野人。迄个戏顿是防君主，无咧防小人。若真正拄到迄号想要留岛无留人的痟的，伊管待你这台机器几亿美金，飞弹射过来嘛是变做废铁。华尔街迄阵人真假上贵。因一边花钱密来赚 AI 的钱，一边嘛咧买黄金、买美债做避险。因是一手念金，一手忘人。你若戆戆相信台湾是全世界上安全，到时若有风声，因走第一间，你是要留落来生活？阿豪讲：哎哟，听你安尼讲，我皮拢咧喘。安尼外资写这款报告，到底存啥心？阿川讲。存啥心？想要出货啦！甲气氛炒好烧，讲台湾有外星人科技护体，散好才会戆胆跳落去食。台湾的半导体是有影强。这无咧骗，毋过家己循环，讲做是无风险，这就是上大的白贼话。阿豪讲：哎，我看我也是乖乖领股息就好，毋通笑上讲有戏顿，就富贵一世人。川讲对啦，钱趁好饱，后路爱留，莫听人讲撇风港，着甲财产拢压落去。海水若退，你才知影啥人无穿裤。